继续往来看泰国王太后死日节24的时阵病逝，泰国全国降半旗哀悼。因伫咧国丧的期间，提醒乡亲，若是要去泰国，建议都爱入境随俗，亲像衫建议穿较素色、较深色的，嘛减少庆祝等等。而且最近在地一寡店头甲活动举办的时间，可能嘛有变动。 民众做伙拍相片，泰国王太后史丽吉20破病过身，享受93岁。泰國政治國喪期，機關學校攏降半旗，真濟人攏穿烏衫表達對書。เงียบเหงาแล้วก็วังเวงอะ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ตอนมาถึงตอนตี4ตอนแรกลูกข่าวก็คิดถึงพระองค์ท่านและคิดถึ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ด้เฝ้ารับเสด็จพระองค์ท่าน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ป็นเด็กๆ 泰國王太后史麗吉為2011年中風了，就真少出來，只是因為肺核感染過身。王先生員甲政府官員進入一年護喪期。泰國總理阿努廷原本要參加東協峰會也取消，開緊急會議討論地上代志。觀光業部分雖然無禁止娛樂或者是慶典活動，不過提醒要保持嚴肅。 在皇室的相關活動拍攝的時候，不要開直播，然後在拍攝的時候也盡量不要拍到皇室的成員。旅業者提醒，雖然大部分旅遊景點照常開放，不過節慶元素的活動可能會延後。酒吧等各類場所營業時間可能有變動，建議旅客準備深色的衫，尊重當地氣氛，也避免談論王室甲政治議題。學者觀察，比2016年泰國國王普密蓬過身的各種哀切氣氛比起來，這擺泰國民眾唔敢嘅情緒較濟。比較算是送走自己一個很親近的親人的感覺，他是以皇太后身份。 不是現任太皇啦，所以不太一樣，所以因此上呢，它的規格上面會有一點不太一樣。多位泰國等來洪明謙觀察，電影院內底的電子顯示看板由彩色改做黑白，商場服裝店也將滿道換黑色的衫，行路看板甲機場的房機顯示都出現黑白有王太后的相片，全國充滿對死甲哀悼的氣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